好，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突然间建议着总统赖清德应该找合适的董事长董子贤来做行政院长组织内阁。行政院长杜英泰批评蒋万安的言行脱离市政。那董子贤是悄悄来回讲，内阁的人事是总统的职权，伊袂随便来评论。 最近，伫体核三公投发声，好笑董事长董子贤佮参加民众党的活动参观据点。不过，大家拢伫咧关注，前一天台北市长蒋万安雄雄建议总统赖清德应该思考找董子贤来做内阁。本人的意思，知啥款？旁边是那个红楼哈，那现在是歪楼这样子。内阁的人事是总统的宪法的职权啊，那所以我不会随便去评论或者随便去这个议论这个事情啊。我想内阁的成员其实都很辛苦的，那我在这边致意一下啊，也持鼓励的意思。董子贤肯定内阁对蒋市长的建议，倒归冇有话要讲。调整重要的内阁人事，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检讨重要的部分。至于首都市长 最近的言行经常脱离市政，我请他不要着急，慢慢学习。市长并不急，看起来比较急的可能是卓院长。国政和市政是息息相关。行政院长杜英泰为内阁开幕，和北市府双方伫咧相结。不过府方发言人郭雅辉前一天声明，嘛建议蒋市长先正面回应其办公室主任敢若有被用特权的争议。有关于阻隔，这个是个假议题。那再加上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挑战，相信在台北市，推荐阁揆人选不会是市政的优先。为着做各个议题，中央和北市府继续对下。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